祷告手，看呐，一切都更新了。感恩在这个月当中，我们的电梯更新喽，现在是全新的电梯哦。在这个感恩里面呢，还有一个关于我自己的，就是在这个月当中啊，每一天都在爬3楼。当然，我们的游牧是每一天要爬8楼哦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当中，我们很感恩，原来我的双脚可以走路，原来我的双脚有力气，而且是越走越怎么样，越健壮，越强壮。那要带导一件事情，带导什么事呢？就是带导我们的生命，就好像最近这个毕业季一样，就像这电梯，大家看到了吗？都更新了。我们要怎么样呢？当然，生命要升级啦。愿这一台电梯呢，能够成为教会众人的祝福，也愿我们的生命要一起搭上这让我们生命升级的电梯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